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巨月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我们一起来做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悦，有盼望，享受主恩的滋味。今天所讲的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们请起立。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唱3遍。在这个时刻，我向主歌唱，唱出一首爱的诗歌。在这个时刻，我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双手，欢唱我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我爱你。在这个时刻，我向主歌唱，唱出一首爱的诗歌。在这个时刻，我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双手，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我爱你。在这个时刻，我向主歌唱，唱出一首爱的诗歌。在这个时刻，我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欢唱我爱你主，我爱你。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我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14篇1到7节，诗篇14篇1到7节，在旧约548页。等一下由来起，弟兄姐妹来印。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诗篇14篇1到7节。以往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上帝在义人的族内中。你们叫困苦的人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第一节一起，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以上是上帝话语。接下来公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非洲国家塞西尔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够更加的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宗教区教会来祷告，竹山卫理堂曾长生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顺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他们聪明智慧，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
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进度顺利。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我们来恭读。今天的经课在耶利米书4章11到12节，教会圣经835页，835页，由我来为大家恭读。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跛羊，也不是为羊尽。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判语攻击他们。接下来一样，耶利米书4章22到28节，教会圣经836页。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接下来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教会圣经85页。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谢谢蔡绵绵姐妹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7节。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7节，在新约230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5万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所以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要为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使人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的、不能看见的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是上帝话语。接下来献诗，我相信一山冈名叫各个他，文请诗班。
正道文都一样，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为我们传讲。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不喜欢做礼拜，你爱不爱做礼拜？昨天我们的社青在教会5楼这边烤肉，大家很高兴，也有邀一些新朋友到教会里面来烤肉。那我们常常都会邀新朋友的时候，都会说我们邀请你到教会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跟你的新朋友，或是跟你的福音朋友说邀请你到教会来，那来教会要做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想说，我们邀请人家来教会，邀请你到教会来，那来教会要做什么？当然，像昨天我们的社青跟很多这些新朋友会有这个叫做交谊，或者是一起团契、一起吃饭。人的团契里面，在人的氛围当中，彼此的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结，或是情感的互相的交流，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来教会里面，我们除了要跟人有情感上的连结以外，我们有没有来到教会里想到我们要跟上帝有情感上的连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不是只有要跟人相处，来到教会，另外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是要来到上帝面前，要献牛献羊，然后才能够就近到上帝面前。包括华人也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到中国的天坛那边，就是在北京城里面，他们有一个北京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天坛，以前那个地方是祭祀的，那个地方在祭是什么？祭天。天子要祭天的时候，他必须要在那里杀牛杀羊，在那里来祭天，因为天子才可以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虽然不是皇帝，我们虽然不是这些做王的人，但是我们却可以来敬拜这位天上的上帝，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跟人有美好的交通，我们也要跟上帝有美好的连结。今天是9月11号，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今天9月11号这一天是一个在20年前某一个事情发生，有过一个这样的事件，以至于我们现在会常常记得这个日子，叫做911。那可能各位都知道说，以前在美国曾经发生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后来造成美国人很大的恐惧跟这样的一个害怕，所以他们称这个恐怖事件是他们在这个近代当中他们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一天永远记得。然后我们在昨天是过中秋节，这也是我们华人一个常常会去纪念的时候。一年当中有3个大节日，过年、端午跟中秋，所以华人也在纪念这个节日。但是各位知道，在2天前也有另外一个国家在纪念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曾经担任过他们国家有70年之久的一个女王，她在2天前也过世了。所以刚好在这个几天的时间，很多人都在纪念一些事情。美国人他们在纪念9月11号，他们这一天他们受到伤害。华人在纪念这一天中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快乐庆祝，大家一起团圆。英国人他们在那里为他们的女王哀悼，但是他们又迎接了另外一个新的国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常常会碰到有一些愉快的事情，也有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天是不是都看到上帝的恩手在引领我们？在几天前的新闻，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刚好英国女王过世，所以那时候有去挖到一些她早期的一些的影片。有一段影片让我相当感动，就是一个才20出头岁的女孩子，她在
公开的演讲当中，当他接下这个王位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治理这个国家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70年前有一个20几岁的孩子，一个年轻人，当他要接下一个重任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给我力量，让我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你知道，让我想到有一个在圣经里面，古代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所罗门，知道吗？所罗门在他要接任国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你的百姓何其众多，我需要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治理你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一个好的国王，他能够懂得他要有智慧来治理上帝的百姓。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领袖祷告，让他们也常常记得我们的百姓，或是我们的这些的我们的平民，我们这些的在生活上，我们需要被好好的来带领跟管理的这些我们的平民百姓，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跟聪明的领导者来领导这个国家。所以让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百姓的官长跟首领祷告，让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规划跟计划都能够使百姓得益处得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遵着上帝的话，并且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临一些困难，或是面临要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很重要，会决定我们将来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最近我看到有一张这样的图片，其实给我们有一些的对我来说有一些的提醒。他说，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和才华，愿你的步履不停，然后积极且热忱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不晓得这个图对大家的一个看法会是什么。当然有人说这个叫做励志图片，其实重点不是要让大家看到励志，而是要让大家看到你现在在哪一个位置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面对一些困境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最底下的地方，最底下的3层，他说什么？他说我不会，我不能，或是我不要。各位知道这个叫3不政策，知道吗？什么叫3不政策？就是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拒绝有机会让自己可以获得成长的时刻跟时机。后来你会发现在第3层的时候开始，他说我想做了，我已经开始在构想我可以怎么想，然后再来就是我怎么做，又已经更进一步了。当你开始去发现我尽量试试看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往上在提升自己了。最后他说我能做，并且他说我会做，而且我做到了。这个到最后你就发现，当我已经到那个上面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很成熟的可以掌握这一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成长跟成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次教儿童主日学是在我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高中1年级。高中1年级的时候，我要教儿童主日学，其实我的老妈对我并不是那么样的看好的。她一直觉得说，你才高中而已，要赶快要拼大学了，你这个还有时间花在教会里面，你还有这些的这么多的时间要放在教会里面。那时候不但是接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还担任了青年团契的主席。其实那时候心里面压力很大，因为又要学业，又要担任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她很怜悯我，她希望说不要有太多的压力，不要有太多的这些的要求，免得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学业上进步或是成长。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害怕，我从来不晓得要怎么去当一个团契的主席，或者甚至去当别人的老师。但是我很感谢那个时候我的牧师鼓励了我，我的牧师鼓励我说，你试试看，让你自己可以放在那个位置上，上帝会帮助你，让你可以有能力做完这些事情。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的时候，我的第一批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毕业，甚至现在已经30几岁了，30、40岁的孩子。求上帝帮助，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也许我永远不会当主日学老师。或许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踏出那一步，我也不会去当青年团契的主席，因为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太困难的事情。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什么都会是困难的；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什么都是容易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立下那样的心志跟信心，就是我愿意尝试，并且我愿意照着这样去做，并且到最后你会发现，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会说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做完这些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的能力，而是让我们在每一步的步履当中都看见上帝的手亲自来引领。我们拒绝很快，拒绝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服务，不用做任何的付出，不用做任何的学习，就可以很轻松。但是这个轻松会不会让你有所收获？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很羡慕别人有收获，我们很羡慕别人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受。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也是跨出那一步，愿意去来尝试，或是愿意去学习，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停留在底下的地方，而是要继续的往上走。信仰的路上也是一样，我们很羡慕别人灵性很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跨出那一步，开始训练自己，让自己可以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的时间，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渐渐的成长跟成熟。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跟成熟还有成长。好，所以为什么今天开头要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要讲的经文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用的地方在提摩太的这个书信的里面。各位如果了解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今天这样的内容。因为今天这个年轻传道人他刚要去牧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牧师要去牧会很容易，不是神学院毕业就能够去牧会或是牧养教会，不是的，不是知识上面，而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带领别人的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10几年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刚神学院毕业，后来接我在东港的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牧师，我才刚毕业，他是7年级的学生，那时候刚毕业还不到大概30出头而已。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说，牧师，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怎么去带领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心很慌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提醒一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年纪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你比较年轻，或许有的人会认为你这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但是无妨，年轻不代表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在灵性上，你可以在你的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年轻就不能够成为人家的榜样，而是因为你年轻，你更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吸收跟学习更多的美好的方式，从很多的前辈身上去学很好的方式。所以今天这个提摩太为什么他需要有这样的书信？因为这个老师，这个保罗这个老师，他要教这个学生，教提摩太，你怎么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怎么样去牧养教会，你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灵性上也能够成长。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这3卷书，我们叫做教牧书信，还有腓利门书叫做教牧书信，教传道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传道人会影响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会让一个教会能够走向好的地方，但是一个传道人也可能会让教会走向不好的方向去。如果我们在教导上有错误，或是在教导上有偏差的时候，可能会反而让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教导是正确的，也会帮助这个教会能够走在一个好的跟正确的路上。所以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带领一个好的学生，让他学习怎么样走在对的路上，这是今天提摩太书信所要告诉我们的。然而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他不怕去讲自己的难处或是自己的问题。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在投影片上面提摩太后书1章5节，其实提摩太他并不是
没有信仰的孩子突然间变成信上帝的，不是，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宗教教育。请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小时候他就受到很好的宗教教育、信仰的教育，还有家庭的教育。他的外婆，他的阿嬷叫做罗以，他的妈妈叫做有尼基。小时候他就在这个妈妈的教导下，在外婆的教导下，他就在信仰上面有了扎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看到在教会里面那个宗教教育或是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主日学教育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对这些的孩子们来讲，小时候就把信仰的种子种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话，从小他就能够领受到教导。所以这个阿嬷罗以还有有尼基这个犹太的母亲，他们从小就很看重家庭教育跟信仰的教育。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把家庭教育、信仰教育丢给谁？没有丢给学校，他不是丢给补习班，他不是丢给教会。妈妈的信仰教育、阿嬷的信仰教育在家庭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到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孩子、你的后辈，他们需要有一些的榜样吗？当我们常常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说，你应该要读圣经，你应该要祷告，你应该要跟着上帝的话。其实我们本身的榜样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当你教你的孩子说你要读经的那个时候，你在读什么？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当你告诉你的孩子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有在祷告吗？还是你正在跟别人讲电话？你要赶快去读圣经，赶快去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做什么？你有没有去看到，在你要求你的孩子要用功读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跟他陪他一起来读书，或甚至是读一些有益的书籍，或者甚至是你也可以跟他一起来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教别人，但是不教自己。然后我们常常希望把这些教育的责任推给谁？推给学校，推给教会，然后推给其他的地方，而不是我在家里我要教我的孩子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教育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教，是在我们的家里面要教我们的孩子。教他什么？教他从小认识上帝，教他从小敬畏上帝。所以提摩太他小时候，他的阿嬷跟妈妈的信仰教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端。虽然爸爸是一个希腊人，在圣经里面说是一个希利尼人，其实圣经里面讲希利尼人就是当时的一个外邦人的意思。爸爸是一个外族人，但是妈妈跟阿嬷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于宗教教育、对信仰教育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我们很厉害，不是我们很会，而是上帝在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很会做些什么，是我们每一样事情都需要信靠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犹太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戴一顶帽子，一顶瓜皮帽，小帽子，然后戴在头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照片或是图样？各位知道戴那个小瓜皮帽有什么样的用意知道吗？犹太人他们戴那个瓜皮帽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教育。那个在教什么？犹太人说他们戴那个瓜皮帽，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的上面还有东西，我的上面还有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最厉害的，我不是最强的，我不是最有能力的，我上面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训练孩子们谦卑？要让他学习我的上面还有，不是我全部都是我，全部都是我可以，全部都是我会，全部都是我做的。我跟一个年轻人有一个这样的谈话，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自我要求或是自律的很高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然后他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需要靠别人，因为他从小就很努力，然后他在他各样的事情上面他都显出他的能力。
所以他从小就智慧过人、聪明过人，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来跟我讲说，他说牧师啊，我从来不需要依靠别人，因为我自己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时候我跟他讲一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年轻人，你知道你要成功，其实是很多人在帮助你，很多人帮助你成功。如果你身边没有人帮助你成功，那么你恐怕也不能成功。如果你没有身边有人祝福你，你恐怕你也不能成功。你身边如果你的员工给你做一个小事情让你不顺利的时候，你就无法成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成功是很多人帮助你的。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以为我自己会，我自己能够，我自己会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谦卑，上面还有。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小会学习，我头上要有一个东西在，因为我知道上面还有，我不是最厉害的，上面还有比我更高的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这些我们的后辈后进的晚辈来提醒一个事情，不是我，而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师保罗，他怎么样来教这个后进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来牧养教会，他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传道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12节，保罗这样陈述自己。这个老师他会介绍自己他会介绍给孩子们知道，也给年轻人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1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跟提摩太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感谢那位赐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不是我能力很好，不是我能力很强，是他以我有忠心，并且派我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上帝派他来侍奉，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做什么。他说感谢那个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到你的成功、你的成就，或是你能够做些什么？那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他的人，让我们可以做这些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在职场上面能够有很好的表现，都是上帝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我们可能常常会失焦或失准了，或是没有走在对的路上。我们可能以为是自己，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让很多人来帮助我们，来促成很多的事情。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帮助，不是我们自己很好很厉害，我们需要很多的帮助。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故事，以前早期的管风琴，据说是这样，在后面的地方是要有人打气的，前面要有人弹琴。当前面在弹琴的时候，有一次在表演管风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说，他说我要为各位表演一首曲子。然后当他坐上去的时候，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我们。然后他觉得很奇怪，是谁在讲话？是那个后面在打气的那个人。然后他又站出来跟大家说我要为大家表演一首曲子。后面那个声音又传来说我们。他觉得为什么说我们？后来他坐上琴的时候，他弹的时候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那个后面那个没有帮他打气的时候，他就弹不出声音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是我们。我们的成功有很多人的帮助，我们需要承认跟接受我是软弱的，我需要很多的帮助。当你成功的时候，不是你很成功，是因为上帝让很多人帮助你，让你能够成功。所以夸耀自己的软弱，保罗说我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我需要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师很不容易。为什么？很多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都会大量的告诉孩子们说你应该怎么做，我是怎么成功的，我是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标准的，我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我给你很高的标准跟要求。但是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对提摩太陈述他自己。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保罗说什么？保罗在揭露他自己什么样的事情？1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
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背景是什么？保罗夸口自己，他说我是这个希伯来人，我是这个加玛列门下的，我是这个法利赛人，而且我是这个叫做有很好背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一个可以夸口自己的人。如果你看刚刚的经文12节以前，保罗在谈一个事情，叫做谈律法的事情。他律法本来是好的，是用在对的地方，它就是好的。但是当律法变成是一个逼迫的时候，当律法变成是一个压迫的时候，当律法标准变成是一个辖制的时候，那就不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老师的人，或是当传道人的人，或是当老师的人，我们常常当长辈的人，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框架把别人框住，然后告诉你说，你就照这样做就对了，就这样就会成功。但是我们却没有告诉孩子说，我的失败经验是什么？我曾经怎么走过？我曾经走过那个做不到的时候，我是怎么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师，这个保罗，他自我揭露他自己的失败经验。他说：“我是亵渎上帝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的。”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和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教导年轻人的时候，教导这些后辈的时候，不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框架，告诉他你这样做，我就是这样成功的，我就是这样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学习，有更多的告诉我们的后辈，告诉我们的后进，告诉我们的晚辈说，我是怎么失败的，我曾经怎么失败，然而上帝给我这样的怜悯，让我再走在这个重新走在那个路上。保罗说，我是逼迫人的，我是亵渎上帝的，我是蒙了怜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后进晚辈说，我们是这样走过的，而不是让他们望之弥高，说哇，你的标准太高，我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很害怕，因为觉得你的标准太高，他做不到。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说出失败经验。特别卫理公会里面，约翰卫斯理常常提醒一个事情，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不是都讲成功经验，请我们多说一些你是怎么失败的，你是怎么做的，你会是遇到失败的场景是什么，然而你怎么做到现在有这样的状况。不是只有告诉别人一个框架，告诉他说你就照着这样去做。我想有一个故事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大概就可以明白那样的一个状况。曾经有一个人，他因为肠胃不好，所以他后来做一件事情，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告诉他说，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你咬一口饭进去吃，你要咬33下。好，然后他说咬33下之后，医生告诉他咬33下之后再吞下去，这样对你的肠胃会比较好。所以他真的照这样回去尝试了，他回去试过，每一次一口饭吃了，他就咬33下，然后他就发现，真的，我的肠胃变好了。所以他开始后来在家里面立了规矩，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太太，告诉他的孩子说，以后我们吃饭每一口都要咬33下。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家每一个人都要在嘴巴里面咬很久，然后再一起吞下去。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很快乐，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对身体很好。可是各位，当时间久了的时候，每次吃饭都要咬33下，很累耶。然后后来他的孩子又长大了，又娶太太的时候，媳妇进门的时候，一样餐桌上，这个老先生说，因为以前这个医生交代我说要咬33下，所以规定所有在餐桌上的人，所有人都要咬33下。哇！这个媳妇真受不了，她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给别人很多框架，但是没有告诉他为了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些逼迫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对神的敬畏能够粉碎骄傲。当保罗开始发现说，我过去是以为我逼迫这些的基督徒，我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以为这些是我做对了，其实他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在逼迫
上帝，我在逼迫基督，所以他开始发现，原来我需要粉碎我的骄傲，粉碎我的这些的自以为是的观念，需要去学习更多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4节，保罗他除了有这样的信仰背景，他有很好的律法的这样的要求以外，他多加了什么？上帝给他多了一些开阔的眼光，看到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保罗他是没有这个心的，他没有信心跟爱心，他有很多的要求，因为我是法利赛人，我做得到你就要做得到，我可以你就要可以。一个严格的老师，一个非常要求的老师，但是他没有信心跟爱心，他没有这样的信心跟爱心去给予别人有一些怜悯。所以他说后来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他说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他不再是成为那个要求别人的，他看到基督给他这样的接纳包容，给他有信心跟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人只有看到上帝的威严跟上帝的严格在你的心里面？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爱。上帝不是只有严格的那一面，上帝不是只有要求的那一面，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接纳我们的需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这样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大家看到这边的时候，我需要帮大家翻译一下。保罗说，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实他在讲什么知道吗？他在讲说，其实我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我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知道为什么吗？保罗他说我无可挑剔耶，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我都是100分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严格的要求去要求人。所以他说为什么要有爱心跟这样的一个信心？没有，我以前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所以我可以要求别人啊。如果他不了解自己是一个罪魁的话，他不了解他需要上帝的恩典，恐怕所有的教导都是要求跟高标准，而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是蒙了怜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了怜悯的，不是我们今天比别人厉害，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说我坏到极处了，因为我没有怜悯，我没有爱心，我没有这些对别人的怜悯心，没有在我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爱人才有盼望，如果不是因着爱的缘故，很多的高要求高标准会让人失望跟失落的，因为我们达不到，所以上帝怜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否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上帝和好的。所以16节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是罪魁，我是最坏当中的最坏。为什么？因为我用这个高标准跟要求来要求别人，然而上帝给我忍耐，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忍耐，好让我能够成为许多人的榜样。上帝也接纳我这么糟糕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担心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失败经验，你是怎么做的。也许你在经验当中你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去或者是你在经验当中你有一些的失败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不必要去怕跟人分享你的难处。我们蒙了怜悯，是耶稣基督要在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上帝透过保罗在显明他的忍耐，并且给这些信的人做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透过这样来感谢上帝，是他说我这样的人上帝都接纳我。所以司布真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的神学可以浓缩成6个字，不是我厉害，他说什么？他说是耶稣为我死。
我的信仰不是告诉我很厉害，我很荣耀，我很会追求，不是的。他告诉你说，我的神学观让我知道，耶稣是为我死的，耶稣为我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为你死，而不是我很厉害，我很会追求，我很会读圣经祷告？有没有看到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刚刚看到耶稣为我而死，为我这个做不到的人，为我这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为我而死。所以保罗他透过最后的这一段的祷告，把他刚刚所得到的这个恩典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来看一下17节的地方，他怎么样祷告。17节我们请念来：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保罗他在书信当中，他赞美上帝，上帝这样的接纳我，上帝这样的爱我，所以我要把这个尊贵荣耀跟不朽坏这些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太爱我了，我这样的罪人他还接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到你被接纳的那一面吗？你有看到你被上帝包容的那一面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是被包容跟接纳的，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是被上帝给接纳的人，而我们常常用高标准去要求别人你在信仰上你要怎么做，或是你要哪些的东西，好让别人好像觉得我们压力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给别人看到上帝格外的怜悯。我本来也做不到，但是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这样做。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怜悯跟悔改，给人更多的信心跟爱心在我们当中。所以保罗他最后用感谢跟感恩成为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为了你的每一天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来感谢跟感恩吗？你有为了每一天你经历到被上帝包容跟接纳来感恩吗？你有为了你可以成为一个被怜悯的罪人而感恩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上帝面前，不是自己，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几个事情。第一个，基督徒是蒙上帝怜悯的人。蒙上帝怜悯什么？我们本来就做不到，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我是基督徒不代表我比别人好，我们是基督徒不是代表我们比别人优秀，不是，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蒙了恩的人，不是我们比别人厉害。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他，或是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别人。我们需要用耶稣基督的方式，对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主给我们很多的包容跟接纳，让我们也对别人有更多的包容跟接纳在我们的当中，不是用高标准跟高要求，而是能够更多的包容跟接纳。所以这个光头牧师，这个提姆凯勒他说什么？宗教让我们夸耀自己的作为，他说以宗教以自己为自豪，但是福音使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他是我们能够以耶稣所做的为荣，而不是以我能够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以耶稣为荣，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不是我做的，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所以也许我们有很多不堪的过去跟过往，我们都需要看到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恩典的海中，这些过去已经都过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帮助我们，那个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很多人把保罗所讲的那一段话以为只是他在撇弃过去的失败，其实不是。各位听过保罗曾经讲过，他说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各位，很多人以为说他讲的是我们不要管以前的过去的错误，不要管以前过去的错失，我们就往这个标杆跑就好了。不是的，保罗在讲这个是什么？他说不要去在乎我以前多大的丰功伟业，不要在乎我以前做过什么，不要在乎这些东西了，向着耶稣基督来跑。向着耶稣来跑，不是向着我过去的我有什么样的这些的背景，有什么样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过去了，要往耶稣基督的方向跑。向着标杆就是向着耶稣来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过去，
这些已经在基督里全然都不见了，这些在基督里全然都进入到神恩典的海中。不管你的过去是多兴旺的，或是你过去是多衰败的，在基督里这些都过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第二个，基督徒是生命被改变的人，所以基督徒在生命当中要让人看见我们是被上帝改变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做，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所以他说，我要这个 John Newton 他这样说，他说我要为我的试炼来赞美上帝，若不是经历这些淬炼，我想我已经堕落跟败坏了。John Newton 他为了他能够领受到这些的试探跟淬炼，他觉得这是好的。上帝如果没有试探跟淬炼我，让我去经历试炼跟淬炼的话，也许我不能够到现在这样的状态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上帝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来调整跟改变。所以不是去盼望着要去改变别人，不是的，要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改变自己开始。不是你要去试图改变别人，而是你要改变自己，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大主教，他的墓碑上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试图要改变世界，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所以我后来转而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要改变我身边的人。他说，后来到我中年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身边的人，我说我要改变我自己。最后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说，当我年老的时候，我发现改变自己才是最难的，而且改变自己，我才能够改变我身边的人，才能够改变世界。如果我不改变自己，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改变世界以前，有没有想到我先要自己被神来改变？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其实我们需要先被神来改变。有时候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些人生的谷底，或是放在一些不好待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一些教训是我们人生当中学习不到的。因为上帝帮助我们，要为我们可以在一些的地方，或许经过一些的磨练跟试炼，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更加的坚强。所以在教会里面，别人不是因为羡慕你的侍奉，别人不是因为羡慕你很会做什么样的服事，不是你的恩赐，别人羡慕你的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怎么改变，这是人最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知道你是怎么改变的，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个转向上帝的人，你是怎么做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服事让人看见，而是我们的生命改变让人看见的。第三个，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只有好行为。一个好行为的人不代表他是信上帝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信上帝的人必然有好的行为能够显现出来。基督徒是能够活出基督样式的人，所以你能够有好行为，你需要了解是不是神在我的心里面，还是我只是在表现我自己。很多人忘记了，我们的好行为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要成就他的美意，而不是我会做些什么，好像我有能力去做些什么。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什么，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不是让我们的外在像基督徒，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更像基督耶稣。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耶稣怎么做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看到，不是我自己，而是神在我的里面。信仰的路很困难很艰难，也是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失败，但是在失败的当中，我们都看到上帝不断的给我们怜悯跟恩典，不断的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上帝给我们不断有再一次的机会，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所有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为耶稣而活，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耶稣而活的，我所行的都是耶稣在我的身上，我为耶稣而活，为着耶稣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需要来为耶稣而活。所以最后跟大家的勉励就是，只有被爱的人才有能力去爱人。所以要记得，天父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他接纳跟包容我们所有的一切。
不是用很高的标准跟要求我们。上帝不是只有丢给我们这个要求或是律法，然后他就说你达不到要求你就毁灭了，就杀死你，或者是就把你淘汰了。没有，上帝仍然无条件的接纳跟爱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当你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请记得也给予别人有怜悯跟爱在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里面被你爱，并且也能够学习去爱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软弱，我们甚至有时候用很高的标准要求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却怕被要求。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你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不是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人。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曾经有过伤害，是别人用高标准伤害我们的。主，愿你接纳我们，让我们被你爱之后，也用你的方式来爱人。也愿你帮助我们饶恕跟接纳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帮助我们能够接纳他们，他们也用他们的用心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基督的爱来回应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包容跟接纳这些在世上没有办法达到标准的人，让他们也能够知道上帝仍然爱他们，不是只有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爱能够施在别人的身上，好让人因我们能够得帮助，并且能够得着上帝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谢谢牧师的传讲。我们都一样，什么都一样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所以我们得到救赎。接下来我们来京剧背诵。今天的京剧在提摩太前书1章4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1章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1章14节。接下来回应诗歌，你为何拣选我？我们来唱2遍。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也免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更奇妙啊！真神之爱竟然临到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怜悯大又多，使我细思量难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
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哦，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凡我向主所成，都是出死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唱2遍，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成为家人，因着耶稣。
弟兄姐妹请坐。那我来介绍一个新朋友，林双毛弟兄，他是那个乌婉莹姐妹的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是教会施工报告，弟兄们参考我们的周报。今天是圣灵降临第14个主日，我们欢迎实体以及线上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台语堂的联络事项，目前由林文曲执事来负责。那关怀事工由林淑英姐妹负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请洽办公室。那9月17号星期六上午10点钟，我们将召开南教区的会议，地点就在我们荣光堂。也请牧师、主事主席、主事以及会友代表员来准时参加。也请弟兄姐妹为会议的顺利来代祷。下周组织9月18有3件事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是我们要邀请凤山卫理堂的吴一慧牧师前来募款证道，也请为他奉献并关心来祷告。第二点是下周主日后，我们将邀请前镇分局侦查队侯永庆队长来讲解防诈骗以及外国打工防诈骗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蔡伟牧师夫妇也将北上前往关心宜兰罗东卫理堂及三重卫理堂，请为牧师往返平安顺利来代祷。本堂新任干事李银如姐妹已经在9月1号上任，那实经干事要预留交接到9月30号，请为他们交接顺利及家庭工作生活平安来祷告。那今天因为中秋节的关系，人文主学暂停次。那卫理神学院延伸班9月份开释经学课程，请为课程来顺利来做祷告。那会有以布道部门录制小组聚会灵修影片，一同领导第1集，上帝看的是好的，已经在我们荣光堂脸书社团里面可下载收听，并录播整个过程。我们为这件事来祷告。那因为疫情缓解，教会周四的祷告会将实体跟线上并行。那各小组及成人主日学也是一样，那个开放线上以及实体来并行。因为线上直播跟实体并行，请那个在线上听到的弟兄姐妹，可以利用周间将你的奉献带到办公室或者转账。那蔡牧师周3晚上7点已开新旧约圣经中南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本门徒预备课程，欢迎连结荣光堂脸书社团线上收听。那教会的那个收支表与指示会议张贴在公布栏，也请大家前往关心。那以上报告，刘牧师有没有补充？弟兄姐妹，刚好这3天是我们的中秋连假哈，虽然已经中秋节过了，但是还是祝贺大家中秋节愉快。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都蒙恩，不管我们出入或者是到任何地方都有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都能够很平安、很安全的进出所有的地方，愿上帝来祝福。那跟大家先预告一下，下一周我们是凤山的吴一辉牧师会来这边的募款跟证道。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凤山不是高真颖牧师哈，其实是高牧师10月中旬要退休，所以这个吴一慧牧师是来接任凤山的新任的牧师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凤山卫理堂祷告因为凤山卫理堂是我们荣光堂所生出来的子会，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凤山，他们也能够健康跟成长。那特别他们在经济上面有一些的比较大的问题跟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关心凤山的需要，并且为他们来祷告。那另外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很多人在新闻上，或者是也许在一些的媒体上，或是网络上都会看到有一些这个邀请去东南亚国家去打工，或者是去要邀请你买一些这个东西这些都有一些的危险性。那所以我们会邀请这个前镇分局的侯永庆队长来做一些的分析，然后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预防，万一如果在打工过程当中，或是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请大家要预防跟小心。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听，我们自己也要帮助一些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很好的利益，或是很好的收入，他们就想要去到这个别的国家去工作，但是这些都要很小心跟谨慎所以请大家要来特别关心这样的事项。那牧师要跟师母要去18号的时候要北上去关心2个堂会，就是罗东的罗东卫理堂，还有三重的教会。那因为今年总会差派我来担任教会增长委员会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关心一些比较弱势跟比较这个发展上比较困难的教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几个这个关心我们的友堂在北部的教会，那这几个教会都是在比较困难的状况的当中。那请为这些的教会祷告，也为牧师出入往返平安祷告，希望我们出去都能够很顺利的平安能够回来。那也请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恩典够用。那现在我们渐渐的恢复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人数，我们将近恢复到这个3/4的人数其实已经回来的相当多。那所以我们会明显的发现有一些地方或是一些的设备可能不够用了。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也关心教会的发展跟需要。当我们希望能够教会坐满人，更重要的是圣灵充满整个教会，所以我们期待圣灵工作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新的开始跟转变在疫情之后。所以请弟兄姐妹持续的为教会守望祷告。礼拜4的晚上我们都有祷告会，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线上或者是在现场可以参加祷告会。那当然不勉强，就是如果身体状况不许可，或是担心疫情状况，还是请大家要小心谨慎因为现在又有一些稍微回温的状态，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小心。那如果谁的身体不适，还是不要勉强来聚会，我们希望还是在线上，等到身体状况好一点，我们再来恢复正常的实体的聚会。愿上帝帮助我们。好，以上报告，谢谢。这体消息方面，请为那个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愿上帝祝他们身体健康。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中秋连假的当中，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出入都得平安。你的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也一切蒙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祝福都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
遍阅